就是它的金额会比周边实际上的一些房租再低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吸引力也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会想抽抽看，然后也有找朋友一起来抽这样子。现在因为是住在那种小套房。那但是因为你不确定说隔年房东会不会再续租给你，或者他会依房价浮动，然后突然给你调整租金，所以变成说你会有点担心房价，就是房子的租金会变动得很快。那因为就是政府新建的话，会感觉比较有保障一点，在租金可能也不会说随便乱调整，因为它现在是全新的，然后又在不错的地段，生活机能应该也都是不错，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真的蛮有吸引力的。加上它有专人管理，所以你不用担心安不安全的问题。加上政府也有附上基本的设备，像是热水器或者是冷气，所以其实你只要基本添购一些小家具就可以入住，然后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加上它也会就是管理，对于可能不适任、不遵守规定的也会记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蛮不错的。今年按胜有3个社宅完工啦吼，第一个是仁爱，第二个是成功，第三个是小东啦吼。同时嘛有2个所在开工哦，包括东兴甲今仔这个平时一起，这是拢今年都会推动的吼。这个地点拢拄伫咱个精华区吼，所以讲交通拢足方便的，而且所有配备拢有啦吼。通过安尼会当互咱这个青年甲这个弱势团体会当有一个较好的居住的环境，这嘛是咱努力的目标。宜居仁爱呢，最后是有1448户合格户，那我们抽出75户，宜居成功的话呢是2520户，那我们抽出103户。那我们后续呢，在年底的时候还有宜居小东大概378户左右呢，我们会来招租那请民众呢，大家在有愿来申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年大概农历7月以前就可以顺利让第一批社宅的这个民众可以顺利进驻，赶在农历7月之前提供最好的服务。那社会住宅是国家的政策，也是这个落实居住正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借着这个工具，能够带给民众能够成家安心，能够住进去而且能够安心的居住。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台南市的社会住宅。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2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日前南区新的中华区道路未来将号名亲身路议案引发地方的讨论。地处议员王家珍对着咱用真济日本姊妹市的城市来号名冇意见，要求甲在地有连结以外，嘛再出质疑台日友好交流协会似乎特别关爱眼神，和其他立案的协会情何以堪？延续中正路要改名被犯拿抢讲改小云路经符合转型正义来考试，引起网络团为笑话。对此议员王家珍伫议会嘛用这进一步质疑，为何将在地名改成外国城市名，敢会影响？特别真济拢是日本的友谊城市，要求应该在地化，甲地方有连结。我们台南人的名字不好用吗？你用那么多其他国家的名字，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相当的友谊，或者一些赞助，包括捐赠给我们疫苗啊，给我们疫苗。那大陆要给我们疫苗，我们也可以用他们的名啊，你们也不要啊。日本来，我请教局长，好，局长，你麻烦你给我一下台南市。这几年，我们把多少我们自己在地的名字改成了日本名字，或者韩国名字，或者哪一国名字，都不要紧嘛。我觉得一条路可以叫阿美路，最近小云路到处在网上流传。局长，是你有听到哈？麻烦你给我这有哪些条路改了名？我们友好城市的部分，原则上是新开辟的道路，那原则都不会影响到那个居民的权益。议员表示，当然伊支持国际外交，不过面对台日文化交流协会，支付台方一出手就是150万的补助款，予该会成立，包括现况支付副秘书长，嘛是该会董事。
伊表示对其他登记立案辛苦经营协会情何以堪。台南新闻军籍张树伟采访报道。议会伫上午第23大会当中，议员尹爱达理表示，市府所办理的政策甲业务宣导经费，对前当的9688万外，到去年8441万外，伊质疑的是以平台发行量定标准来评估，根本看不出具体宣传效果。另外，议员蔡有辉嘛赞声，要求唔通沦为消化牛绳。似乎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行销活动，拢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当然嘛，希望互大家拢知影，所以必然透过宣导经费。不过，议员尹爱达理表示，对2023年9688万外，到去年8441万外的执行预算，伊质疑无具体内容，嘛看不出偌济人观看，要求做出效果，千万唔通沦为消化预算。讲啊歹听，你讲去含办活动，不一定做个办嘛吼，啊办了做好，莫干那为着开支消化，安尼无意思啦。哦，你著最后一单外做好，有时要讨2万3万，逐个议员讨无，啊你咧有诶几十万开落啊咧，我印象偌清楚，我上袂谅解啥？骑机车戴安全帽，交通也公告的，天下杂志300万。113年度的时候，台南市政府28个局处会在这个地方花了9688万7918元来做这样的宣传。那这些宣传里面，甚至包含你们一直在讲我们抗中保台哦，结果你的政策宣传居然透过 TikTok 去投放，还有包含这些执行的内容，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或者是直接讲说我这个平台哦有多少的这个发行量。发行量是什么？发行量我印爽了就好了。到底有多少人看到？这才是我们要注意的要点嘛。我知道市府团队里面的可能公务员他们自己的做法跟心态有些不一样，我会强力再要求下去。拜托啦，不要明年又继续再讲这个问题。不会啦，不会啦。议员表示，每一笔市预算拢是市民的血汗钱，因为义务为每一笔钱开得有效果来把关。台南新闻军籍张树伟采访报道。面对教育人力不足，议员与主亲联合伫议会临时动议提案，要求市府应该保障代理老师的学历待遇，并积极建立因第二指定聘任的制度，避免单市的师资能力佮外劳到外县市，互未来招聘人才更加困难。议会第4届第5次登记会最后23大会之天，议员与主亲嘛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市府面对教育能力不足，应该保障代理老师的学历待遇，呼吁市府参考教育部伫今年6月27修正公告，高中以下兼任老师的聘任办法，拟定出台南代理老师的年资特殊制度，避免日后招聘更加困难。兼任及代课及代理教师聘任办法新增第16条第3项条文来正式纳入体恤规范。那也明示合格代理教师的工作年资只要单次聘期超过3个月，那累积满1年，他即可提续1级的薪资。那比照我们的专任教师来办理啦。那局长、教育局长，我想说其他县市包含的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县、嘉义市县，还有高雄市。连底岛的金门县还有花莲县等都已经在建制办法了。那我们台南市政府这边教育局有在开始着手了吗？因为这个办法是属于教育部他们的主管权限，那他们可是他公告了啊。对对对啊，所以呢，因为他才6月7号才刚刚，我们其实还没有正式收到公文。不过接下来。收到之后，我们会依照程序来申办。针对中央新修正的条文，学历代课老师的工作年资只是单次聘期超过3个月，累积满1档，得当提出1级的薪资，比较专任教师办理。所以面对1档的期限，建请市府一定要积极作为，避免台南的教育人才因为制度无健全，外流到其他县市。台南新闻军籍张树伟采访报道。台南市重大交通建设北外环道路已经进入第4期工程，不过部分路段因为伤洼面体，
7月1号召开营地取缔公听会，立沿线永康北区总共6个里，将8户居民组成自救会来抗议，批评市府一错再错，要求往咸水溪北边来改道兴建。对此，议员马化伟要求市府做好沟通。对此，干务局强调，规划是经过谨慎专业的评估。为了疏解南科连外交通，台南市正伫咧兴建8外宽道路。第4期路线对台19线溪顶寮大桥往西延伸到台17线大港观海桥，长度大约3.7公里。要过中华路、中华北路沿线有住户认为家己的徛家会受到影响，市府的公听会竟是引发一连串的争议。黄伟哲无可能遮大胆啦，拢无通知，敢通知迄征收的种迄土地的人。你敢知影征收土地的人根本就无住伫遐，无住伫这条路，这是一个杀人的工程啦！距离阮民众无到4.5米啦，3楼悬啦，空屋震动差就对啦吼。我透早开门开来，一个门仔口就一支条啊，遮大支放伫我门仔口啦，阿弥陀佛啦！全国的乡亲啊，民众啊，恁甲我评评理啦！永康区嘉定里甲北区花蝶、文园、成功、大港、大河等6里居民遭自救会求北部调抗议反对。根据了解，4期工程原计划对新市往西兴建，到永康区嘉定里江水溪北边，起高架桥往西到安平区。要过市府伫几当前煞甲路线拦煞，嘛无甲居民沟通协调。咱的市政府到底是安怎有这个决定？我想再互咱地方一个说明解说。这么重大的工程，200多亿的工程，就只派一个科长来做说明，科长有决定权吗？我想市政府心知肚明。水利法规定，桥墩不得设于梯前坡，为确保民众安全，不宜河川置于计划线内高山地、弱墩、北外环的道路路线。路线规划完全不影响快速道路的交通行进，且可提高交通运转效率。对此，工部局说明，考量咸水溪跨度有限，若伫咧兴水区落墩，恐惊有崩发危险。经过专业评估了后，才采用沿咸水溪南北2边的路线方案。另外，更强调公听会进前已经依照规定发函予土地所有权人，并且公告一切合法。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暑假来临，台南市伫7月1号青春节头一天，联合客站甲扩大联检，市长委托清新甲市府联合客站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组织惹代志的场所，以及妨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等所在，强烈执法，并宣示保护青少年的决心。青春专案正式开始，台南市警察局联合12个局处，组成超过160人的客查小组。市长黄伟摕伫市警局第2分局亲自主持勤务教育。有犯罪行为就取缔，没有犯罪行为就请他们不要继续逗留。那对于这些场所有没有确实查核这个客人的身份的年纪，这个也特别列入稽查的重点。总之，在青春专案的开始，希望维持台南市的治安，也希望让年轻朋友们知道有一些场所他可以去，有些场所他不应该去的。警车一台一台开出去，头一天就前往 KTV、麻将桌游馆等青少年佮意气的所在，一个一个详细盘查询问，每一个角落拢无放过。同时，其他10个警察局分局嘛伫咧扩大执行，有防青少年半暝啊伫外口大扫、冤家等代志发生。青春专案开始，希望我们的同学都能有一个快乐的、安全的，而且健康的暑假。当然，更不容许出现一些违禁品，那也不许
未成年人在这边饮酒，这些都不行的哈。所以说，我们去查的重点在这里。市长黄伟提表示，将持续加强治安工作，让青少年度过充实、欢喜、搁安全的暑假生活。警察局嘛将加入路检，强力处理酒驾、毒驾。台南市民苏怀采访报道。因应美国调升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其中台湾农渔产品，特别是以外销为主的兰花甲台湾雕冲击上大，所以市府积极协助农渔民开发多元的国际市场。其中目前上新的就是台湾雕得到新加坡5栋的订单，2号上午正式封柜出口。台湾雕过去外销大部分拢集中伫美国甲加拿大。面对美国的关税税率也无明朗竞争，市府农业局即届嘛成功来开拓新加坡的市场。上午有的市长黄伟哲伫将军的智慧水产加工甲物流中心举办台湾雕外销新加坡的封柜客运的仪式。台南的台湾雕外销的最大市场是美国，那么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对于台湾的这个关税税率还没有确定，所以导致很多农特产品的销售到美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这个肯定。因此呢，在食品展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南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那品项相当多，在我面前大家可以看得到，有蒲烧雕，也有这个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这个鱼排，像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这个品项相当多，那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市长表示，即届出口到新加坡的台湾雕产品，包括鱼排、带皮的鱼片、规只的冷冻，适合火锅加各式的料理。另外，还有已经料理好的蒲烧鱼腐，甲热煎鱼排等，将供应侪间的新加坡餐厅甲伫超市。即间由着台南市渔产运销公司甲伫龙润食品公司来合作，第一批大约有5栋的订单，希望会用为渔民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活化市政空间，对今仔开始到7月31号，邀请画家范春典伫民治中心1楼大厅办理创作个展，伊总共展出25幅的作品，要民众伫车公时买当欣赏精彩画作。高龄78岁画家范春展老师，追求艺术超过半世纪，对少年的时为了生活来做画。一直到后生查某囝事业有成，现在将画图转做街头艺术的创作趣味。曾经伫个总亚艺文中心来做街头艺术的创作，因此即届展览嘛有一幅甲伫总亚艺文中心有关系。尤其老师的油画，利用厚厚的技法，唔但展出分明，而且色彩也个真明亮。油画本来就较为个较逼真呐。和现实较逼真，因为色彩比较浓，而且它是多层次，一边画起搁踏一边，一边搁踏一边，所以伊层次就几啊层，所以油画画起来较有迄个现实，无像水彩安尼飘舞渺渺安尼，油画看起来看起来较华丽啊，所以。油画和水彩差别就是，油画伊保存时间较久，但是就要一般你画起来要人会欣赏，无你若画像迄抽象啊画，人看无，迄嘛是无好。画起来要雅俗共赏，大家都喜欢。台南市政府秘书处为了活化市政的空间，即届邀请街头艺术创作的范春展老师，到民治市政中心的1楼大厅展览。伫个展览期间，范老师嘛随时可能出现伫个现场来做画，因此邀请对着画作有兴趣的民众，不管是车工，或者是春秋的艺术欣赏，拢欢迎民众踊跃到场参观。
这个月呢，7月份呢，我们是邀请在地的艺术家范春展范老师呢来这边展出他的油画展。那他的油画呢相当的特别哈，他是一个绘画已经有50年的这个画家了哈。然后他除了展出他的画之外呢，他每天呢都会在我们的展览厅的现场呢现场作画。那我这边呢也代表我们秘书处呢邀请我们的市民大众呢，如果您有空，那可以到明治市政中心的展览大厅呢来欣赏范春展范老师他的一个画作。同时呢，你也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来欣赏一个画家呢他如何现场来作画。我想呢，老师常常说他的画呢是跟大家很亲近的。那说不定呢，你对绘画有兴趣呢，在这个月里面呢，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画家。老师说，绘画一点都不难，拿起笔画一画，涂一涂呢，富士山就出来了；画一画，涂一涂呢，樱花就出现了。我想，这是范春展范老师呢，他在绘画领域呢相当不容易的地方。范春展老师对为了生活来做画，到为了爱来彩画，超过半世纪，最后选择回来故乡新营成立范氏的画院，对画图、彩青到装裱，练就了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嘛真享受街头现场创作的趣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俗称皮蛇带状疱疹，不止听起来相当的艰苦，严重也佫有生命危险。所以桃园宣布，对7月1号开始开放年满50岁市民朋友有条件免费注皮蛇疫苗。另外，若签署药力医疗决定书，也佫享有第2剂疫苗免费的福利。俗称皮蛇的带状疱疹不仅痛起来要人命，严重还会致命。桃园市多位议员争取补助带状疱疹疫苗，经过卫生局研议后，桃园市长张善政宣布，从7月1号开始公费补助打皮蛇疫苗，并且有别其他县市将年龄下修到50岁，但需要先接种过流感跟新冠疫苗，并且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那么因为得到这个皮蛇的话，这个身心都非常痛苦。那各位如果希望各位没有得过了哈。万一有身边亲友得过的话，知道说这个得过的话是非常，刚刚讲身心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在7月1号开始，我们参考了其他县市，其他县市很多都是65岁以上，而且要中低收入户，他们就会补助这个疫苗的费用。那么我们桃园市我们的卫生局检讨了一下，我们决定采用一个跟别的县市不一样的做法。什么做法呢？第一，我们把65岁年纪降到50岁。50岁以上，那么但是呢，这一位这个想要接种疫苗的，必须在卫生政策上面跟我们有一些积极的配合。怎么样的配合法呢？第一，年满50岁，刚刚说了，比其他县市65岁少很多，但是希望他们要接种流感跟新冠疫苗，表示说他们对他们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照顾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完成这预立医疗决定签署。预立医疗决定签署，就是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在病床上得到一个非常难挽回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要预先签署一个决定，就是说不要再做无谓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我想各位如果看到我们医疗的资源，其实很多是花到这个末期，真的是只是心里面这个不舍家人，但是其实在医疗的专业上面已经很难挽回了。但是呢，因为病人当事人或许已经没有能力表达自主的意识，所以呢，家人可能就拖下去，对家人、对病人、对我们医疗资源都是一个浪费。所以我们可能是国内的创举啊，希望这个来接种疫苗的人要预立医疗决定签署。换句话说，对于自己长久以后，这个生命走到后期的时候的一些医疗作为，要有比较长远的思考，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第1剂因为这个疫苗不只要接种1剂，所以第1剂自费，那么第2剂我们就是免费，完全免费啊。那么1剂免费的，第2剂免费的话，可以节省8500元，这是相当大的费用。但是前提是刚刚讲的说，他对于这个整个自己照顾自己健康、接种疫苗，或是自己未来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处理，都要有比较完整、长远的思考。
桃园采取跟其他县市不同的做法，将年龄层下修放宽到50岁以上，但要积极配合政府推行的健康促进等卫生政策，并且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杜绝医疗资源浪费。但是符合资格者，第一剂疫苗依然要自费，第二剂才免费，预估可节省8500元。希望鼓励市民朋友配合卫福部推动的重大医疗政策。这有来为一团报道。感谢收看7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哦，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
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我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